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中东的战事，就由所属国组织东盘国 OPEC Plus 宣布是对5月开始，每一天原油的产量会增加到20.6万桶。咱行政院为着稳定物价，这礼拜这油暂时无起价，经济部也设法来调度，予油船改走红海水路，加码现货。伫韩方阁落大雨，透早天都还未光，美国芝加哥一间加油站已经开始排队，因为到伫美国总统川普下最后通知了后，国际油价又搁大起，当地自然假是举办免费的加油活动。I mean, it's high. It's been the highest it's been in a minute, you know. But I mean, luckily someone's doing something right now, you know. 民众排队超过3点钟，对于物价感觉真无奈。切啦，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国起1.4%，一桶冲破100亿美金。西德州原油是达到113美金，无少人是叫苦连天。You know what I'm saying? They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It's just overwhelming.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Who we can blame for this? We blame Trump for this. Trump was supposed to get down the prices and everything, but he jacked them up. And it's terrible. I don't know when they're going to come down, but hopefully they'll come down one of these days and soon enough. 全球原油欠货大起情形严重，石油输出国组织加油盘国 OPEC Plus 提出对策，代表性的同意提高5月每天石油产量20.6万桶。不过，核武器海峡当地封锁，外界预测恐惊增产幅度有限。台湾同款面临冲击，虽然这礼拜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拢无调悬，不过为2月28专案平稳机制开始，而且中油拢总吸收超过90.6亿，同款财务压力沉重。目前我们过去有许多是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哦，那我们也努力的从改变这个运输的方向，从红海这边出口，或者是采购现货的方式来补足这个安全存量，都在140天以上。经济部加强调度，维持市场会当正常供应。另外，针对航空用油，交通部嘛照规定启动补助，目前以国内航线为主，希望全力会当维持市场的秩序。记者采访报道。今仔行政院也宣布讲，伫咧9月之前未起电钱、瓦斯甲天然气4月也未起价。因即摆咧欠的这塑胶落架，准备要加做12亿5千万个，还有医疗器材甲做药爱用到这塑胶原料，会协助大型供应。汤可能要跟这个放在一起，好，节省一点哦。记记的2年参试过啊是2个册，因为塑胶落架资源的影响，面店嘛头家无奈讲，即马塑胶落架是有钱嘛买袂到，只好欠啊用。前天我再去买，结果挂在摩托车上，出来整包不见了，被人家偷了。毛店头家讲，虽然电机叫回中盘商还有库存，目前暂时无影响，不过也是烦恼时间一个久会叫不回。我们的厂商是跟我讲，3个月之内都供货正常了，3个月以后就不知道了，怕长期会供不上这样子。像我们明天有接到通知，我们会去经济部开会，会把我们一些状况让我们的长官知道。美国伊朗的战争带动国际油价加原物料价上大起，台湾石化制品加医材原物料原来受冲击。行政院初六召开民生安定记者会，要为平稳物价、稳定供应加强化稽查3个面向同步来进行。针对查缉不法囤货，也有提高绩效的专案行动，地检署已经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络平台。截至4月5号为止，刑事案件部分已经有他案2件，平台行政作为的部分访查总计有880件，稽查部分有60件，总共940件，目前均查无异常。嘛，各界关心石化塑胶制品的供应，顶手中油四轻已经提早开路，有希望带动产能提升。4月还会当增加生产差不多1.9万吨，5月还增产差不多3万吨，各加大塑的产能，4月一期总产量会达到16.9万吨。以协调20家合作塑胶加工业者，增加生产供应12.5亿个1斤的塑胶袋。国内塑胶材料抢市，连带包括医疗器材拢有影响。对这代志，10月署表示，卫福部有建议因应中东情势，供应平台第2窗仔口，通协助相关业者。同时，经济部产发署嘛提供销解协助，确保国内厂商经营无问题。我们评估起来，每个月需要的是1138公吨的塑料，这个部分都已经由产发署协助之下呢，优先供应，让国内的药品、医材相关的供应不予匮乏。卫福部嘛针对需要增改经费，有健保安全准备基金新台票200亿支援，并对业者提出计量问题，通做研究。记者采访报道。
继续来看这高雄林仔寮正义市场论饼大闹土案，统计到昨下晡已经有140个人送病院，有31个人严重甲爱住院，佮有12个人佮验出有3门细菌。那针对这业者暗砍事实阻盖调查，卫生局是甲加重罚到144万。初六下晡2点，由高雄地检署检察官带队来到林雅正义市场这搭卖润饼糕的摊商来详细调查。因为有民众测试食到因的润饼糕了后，就开始歹腹肚，那涂骨后，有人送病院。到初六下晡4点，卫生局接到的通报人数已经增加到140个人，有31个人走目上严重爱住院。卫生局已经验出12个人3门氏杆菌阳性，佮加上摊商叶暗砍事实。现在卫生局也加重裁罚，同时移送地检署侦办。经收集相关患者就医情形、饮食史及检验结果等流行病学调查综合研判，仍有致病源以及食物中毒的风险，再加重裁罚108万。因为摊商隐瞒有包肉丝甲卵闪片问题，影响卫生局的调查，卫生局加重裁罚108万，累计裁罚金额144万。除了正义市场以外，伫咧红山5街南宫菜市啊，也传出有民众清明去大头买润饼糕，登去拜拜。中昼拜山要食，闻到臭酸气，不只个当事摊商讲，伊的物件拢是现日煮的，煮好就放冰箱，伊认为这是个人习惯造成的。我有甲讲。你买回去，你就是爱冰在冰箱。你要食的时候才摆，你袂使准6点买，你11点才食，迄物件绝对会歹去啊。应该是要冰的，可是一般要拜拜都不会冰。那如果要长时间放的话，建议还是放在冰箱冷藏保存，因为冰箱温度是4度C。刚好就可以避开7到60度的危险温度。连续2天，高雄拢传出疑似润饼糕的食安问题。医生强调，润饼这种食食若无冰，会将到生菌歹去。尤其高雄这阵的天气拢是伫咧20几度，民众一定要注意食食的卫生甲保存方式，避免开钱佮怕歹身体。记者柯家朱超用高雄场报道。来关心天气，因为风面影响，东北季风变强，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凉冷，可能也是落大雨。咱来看温度。今北部高温大约是22至24度，宜兰花莲是25至26度，中南部是29至31度。明仔载东北季风就会减少，温度搁再回升。东北部地区甲西半部的山区也是会落小可雨，其他所在拢是多云乌阴。因为这波这清明的雨水高，台南玉井农民就讲，这加在有这波春雨来了有即时，才无去影响到山野收成。不过这雨过干啊，这2天尔，南部水情也是真安道。即摆指望讲这黄霜雨来、风台来，雨水有够，千万唔通去造成灾情。台南山区的山野龙趁雨棚赶紧洗果，减少养分的竞争，提升果子的重量甲品质。南西南化玉井等山区是台南主要的山野产地。前一阵因为冬雨、春雨比往年更较少，不少农民烦恼结果期若欠水，恐影响收成。清明连假的这波雨势是来得正拄好。所以吃到这个水以后，它也是会掉果，可是会比较不会那么严重。然后对于果树来讲，也不会损耗那么严重，因为那个芒果从开花结果，它一直在处于一种损耗的状态。山野这伫需要水分的小果期，若一直是较大的气候，果子就较袂大，严重可能会落果落真济。不过大台南地区初六开始出日头，这波降雨，台南市的山区4天有60毫米，雨势未造成灾害，果子树也正好食着水。不过对南部的水情来讲，也是无够用。那截至到今天0时的话，那政府水库的蓄水量增加135万立方公尺，那南化水库增加95万立方公尺。我们高雄清水北送也在昨天也开始来启动，那目的都是希望就是先优先使用川流水的水量，那尽量把每一滴水先留在水库。基山溪、高屏溪流量回升，水利署测试也来停溪越溪引水至南下水库。这波降雨对南部的水情，后手嘛是爱对气象的动态看款来调度水，也是人工净化的作业。不过爱当止水大，佮需要等待风台雨，也是梅雨，才真正会用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去年台中市市场非洲地质案全国禁
军金台防疫成功，经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核准，咱台湾列做非洲 DJ 非疫情国，再度成做是亚洲唯一一个三大 DJ 非疫情国。再来是中国时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最近是划出大范围2环抗疫警告区，公告范围内爱健康保留40天。有专家认为讲，因可能是要准备空战的相关演练。最后是联合报，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今日要出发访问中国，准备4月初10要见习近平。这也是过10年以后，这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两党的领导人再度见面。有人讲到这届陈立文去访问中国嘛，引起外界注意，讲这届安排敢是拢是听中国的。马上提出2005年这连战甲吴金德见面来比较。因为这届这国民党是强调讲，这届规格是甲2005年时阵是完全同款的。因为这里够和平，我们才能安心躺平。国民党发布 AI 宣传影片主打有和平才当倒病，和平上大。国民党主席陈立文访问中国进前，用影片发声。这摆陈立文访问中国有了初10，第10回登场，也是过10年国强领袖再次会面，也过受邀的规格和外界接机。2005年连战主席的和平之旅，胡锦涛总书记发出邀请，那这一次对郑主席的邀请，同样引用了这样的模式，所以连主席的邀请跟对郑主席的邀请是完全合乎对等和尊严。刘永强强调，陈立文受邀规格，甲2005年联合会同款，符合对等尊严。陈立文伫行前接受美国媒体 NBC 专访，特别提起两华关系甲对比关系，并毋是预算意，除了要推动两华和平降低冲突风险，也强调支持甲美国军事合作。也毋过，民进党立委高需要支持陈立文访问中国，拢是由中国一手主导，是成是败，有待台湾人民检验。攸关台湾的主权、独立、内政跟国际空间，他都不敢为台湾说一句话，那么当然这就是失败的习政会。国安官员强调，中国敢是停止军事威胁、国际打压、甲释放扣押的台湾宗教人士，也是检视第10回的3指标。那陈立文访问中国，方质疑可能落伫统制陷阱。中国统制部初5伫陕西举办2026清明公祭、献元皇帝典礼，也邀请前国民党代理主席林正哲出席，引起关注。汉清永继，宝岛光复，归心切切。统一大事断不容读。清明祭祖的习俗和皇帝传说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中共在2004年开始，把在清明祭皇帝当成重要的统战活动，把清明节染上了政治色彩。刘育辉强调，清明节制作的红色金菇糖甲皇帝行为拢无关系。中共将清明节染上政治色彩，是一贯的统战手法，台湾民众未有兴趣。记者综合报道。汉光演习并期推荐是4月11要开办，新北、宜兰、高雄、屏东4县市会分阶段来配合中央演练。因为这边演练是8月要开办，全台湾有11个县市会配合设定轮性演习。伫咧嘉义县甲屏东县是头一届来调动无人机加入演练，运送物资。警报声响起，先车来去去，台北市街路随变得安静。相对轮型演习主要演练灾害抢救、严正民防，灾防体系执行能力，今年更加会配合汉光演习。在今年4月份会配合汉光的兵推，会有中央联合应变中心的演练，有4个县市政府参与共同的一个演练。在这段期间内有6天的3阶段。汉光兵推4月11到20日进行。根据规划，新北、宜兰、高雄、屏东4县市会伫13到14、16到17、20到21配合中央的联合应变中心演练，合区内1/4的关键基础设施拢会加入。汉光12号是兵操演8月登场，到时也会头一摆实施跨区协同演练，全台11县市的设定轮型演习，为4月1路演练到8月。为了应应新形态的军事冲突，下头一摆伫嘉义县、屏东县验证无人机协助物资运送。在电脑兵推的时候做重复的话，其实军民双方可以做有效的结合。无人机运出来，它一定是运送小批的物资，好，比如说用大型的4轴的旋翼无人机去运送，譬如说救灾物资或者说医疗品。
政府继续强化军民整合应变能力，也毋过强军一直有动作。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伫无任何说明之下发布飞航公告，为3月27到5月初6长40日预留包含上海以北甲以南的经海空域，包括黄海甲东海海峡等各边分析。中国可能是要反制4-5月这段期间，美日韩可能会进行的军演，呼吁国军爱注意强军动向。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咱海军专门咧做远航交流任务的敦睦舰队，让8年4月初4，搁在通过巴拿马运河，暗算后一站会来到咱台湾，伫咧中美洲友邦贝里斯。巴拿马运河监控点野机，当地时间初3暗时，翕到5国敦睦舰队3只军舰小连续通过运河的画面，会当看到海军的官兵徛伫咧甲板，看岸顶咧作业。这嘛是让了8天。敦睦舰队搁一届通过巴拿马运河。过去敦睦舰队捌伫2003年，也搁2018年2摆通过巴拿马运河。军本社完整记录，咱的军舰入去船门了后，透过水道、灌水、甲漏水的方式升降，顺利入去加入碧海过程。这届敦睦舰队执行的是航程较远的航次，或者是大敦睦，由空定级巡航舰德化舰。新攻击巡航舰甲飞舰，也有油弹补给舰潘少舰组成的。参与的官兵差不多840人，2月底出航，6月中旬会返来台湾，估计航行差不多112天。3月初10，敦睦舰队就到第一站太平洋友邦马绍尼共和国，刷落来就要去中美洲的友邦贝里斯。川普第2任期上任之后，要求巴拿马重新管理这个运河的事宜，避免中共借由运河来掌握各国的这个海上运输的这个枢纽。远航训练可以同时让舰队的指挥官以及舰上的官兵熟悉远洋的航行，那对于后勤补给以及应对各种海象的变化都具有战术训练的意义。专家讲，敦睦舰队今年通过巴拿马运河，有外交也有地缘政治连结的意义，嘛会当向国际展示咱的海军具备跨海洋航行甲远征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想要紧来看中东战事上新的进度，这巴基斯坦是跳出来做公亲，提出一个伊斯兰马巴德协议，协调停战。另外，前面这美国总统川普也提出警告，讲伊是上岸，就是等到明仔载暗时8点，若是这伊朗唔答应，就要甲因的发电厂甲全部炸掉。川普伫北京记者会，互伊朗最后一届的警告，要求德黑兰必须爱承诺放弃核武，而且无条件停开荷姆兹海峡。川普威胁，若做伊朗伫美东时间拜二暗8点进前无要忝头，安尼美军就展开毁灭性的空袭。伊伫演说当中直接讲，所有的桥甲发电厂拢会伫4点钟内乌有去，甚至提及未来要由美军伫海峡收过路费。We have a plan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our military, where every bridge in Iran will be decimated by 12 o'clock tomorrow night, where every power plant in Iran will be out of business, burning, exploding, and never to be used again. I mean, complete demolition by 12 o'clock. 面对巴基斯坦为着讲和提出来伊斯兰马巴德协议，伊朗正式拒绝，批评这个提议是食人教教，而且脱离现实。德黑兰回应包括赔偿损失、停止战争在内的10点方案，坚持战争必须要永久结束。مذاکر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ا التیماتوم، با جنایت، با تهدید به ارتکاب جنایت جنگ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证实，拜二已经启动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而且经过拜二的攻势会更较大，要互伊朗为着拒绝协议付出大代价。针对川普威胁攻击桥甲民用设施的言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大谴责，警告这是战争罪，而且明显违反国际法。也毋过川普讲毋免烦恼，也搁强调上帝支持美国的行动，也批评德国、日本甲南韩等盟友拢毋愿支援。It would constitute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 think whether something is a crime or not a crime would have to be decided by a court. But any attack on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i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 very clear one.
战争继续，伊朗各界军官死亡，革命卫队情报机构负责人哈德米被人暗杀。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虽发表声明表达哀悼，强调暗杀无法度干扰因的决心，就抓要继续对美国以色列发动攻击。对着拜二最后期限已经到达时，伊朗革命卫队最高戒备，而且透过发言人呛声美国，表示每一项起事的行动拢会换来搁一届的报复。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美军一架 F-15E 战斗机去伊朗拍来，美军是随发动救援行动，成功去甲飞官救回来。不过，这美国总统川普是真不满，讲媒体是提早发布消息，讲若唔交出消息的来源，一定要甲这媒体拢抓来办。美军一架 F-15E 的战机车衫伫伊朗境内，互人崩落，一个飞官有得救，另外一个吊伤掉伫敌营。美军随展开战斗搜救任务，动员数百个美军去救人。现场留落飞行机的碎片甲臭火搭的分裂。美国总统川普开记者会，证实任务成功。And we're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the success of one of the largest, most complex, most harrowing combat searches. I guess you would call it a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Ever attempted by the military. 美军除了爱先找到人，也阁必须闪过敌人的包围。迄当阵受伤的飞官掉伫山区，煞要是一直爬悬，就是为着要传送定位的信号。美军为着保护伊，透过大规模欺骗的行动，落尾顺利甲人救出来。For that reason, in addition to the human and technical assets deployed by the president to find our airman, CIA executed a deception campaign to confuse the Iranians.who were desperately hunting for our airmen. 不过，这桩任务成功的背后，却传出有料白啊！川普对媒体真不满，指控有记者伫搜救期间提早放出消息，互飞官甲数百个搜救人员处境真艰难。而且经过这个写报道的记者，若准拒绝交出消息来源，就送去坐监。Well, they didn't know there was somebody missing until this leaker gave the information. So whoever it was, we think we'll be able to find it out because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media company that released it, and we're going to say, national security, give it up or go to jail. 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美军伫特地进前，甲留伫现场的无人机甲装备拢碰做碎片，防止机密技术互人知影。落尾以零伤亡结束任务。也毋过过程当中了白仔的争议，也互这场行动对军事胜利变作是国安甲媒体责任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像缅甸是一直咧内战，泰国边境的北部山区当地少年人接毒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啊！这个戒毒中心大多数都拢是少年人，有的是靠宗教的力量来戒毒，也有民间团体是直接斗相共，帮互因的人生搁再重新起起。受到缅甸内战的影响，卖毒的集团甲民兵做伙斗棚啊，甲假机安非他命，也就是病毒大量走私入去泰国。互泰北食毒的人，伫即5年称3倍。根据清迈大学的研究估计，2024年泰北8省内底有将近29万人，拢至少捌吸过一摆的毒品，这数字比2019年迄摆的调查加3倍。伫这内底，泰国甲缅甸少数民族拉夫族正做上界大的受害者，拉夫族的人口差不多30万人。大部分住伫咧缅甸的丹邦，差不多1/3住伫咧泰北。因为这个囡仔伤过善兴佮弱势，真侪少年人根本袂晓讲泰语，更加莫讲找头路，所以因甘愿去行歹路，去卖毒讨趁。เข้าไปยุ่งเกี่ยวบางคนก็ด้วยปัจจัยความยากจน2ก็คือว่าปัญหาพื้นที่ทำกินถ้าบางคนก็ไม่ไปรับจ้างไม่ไปขนก็ไม่มีอะไรกินแล้วก็ไปขนอ่ะ为着解决毒品走私的问题，泰国派着军巡逻队带掠毒狗入去山林，伫咧检查点检查要去曼谷的巴士，这个部队伫咧去年11月拄到一阵毒贩，双方拼阵了后，毒贩拢走了，220万粒安非他命就留伫咧遐，这个毒品全部拢是犯罪集团伫咧新拿内底起的一间搁一间的毒品实验室生产的。แนวโน้มของการขนเคลื่อนย้ายที่เข้ามา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ก็จะมีแนวโน้มที่เพิ่มมากขึ้นเนื่องจากการผลิตที่เร็วขึ้นก็คือใช้สารเคมีในการผลิตเพราะสมัยก่อนเนี่ย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ใช้ต้นฝิ่น除了泰国军方对源头出手，泰北在地团体嘛甲这食毒食甲调的少年人斗相共，牵甲这去卖毒的少年人，希望会使互因转来正道。
เป็นชุมชนที่ติดอันดับแรกคือติดกับชายแดนเนาะมันก็มียาเยอะเนาะที่ติดกับชายแดนเด็กก็ยา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มันก็หาง่ายก็ทีนี้พอหาง่ายเด็กก็ถ้าไม่มีผู้ปกครองคอยดูแลเนาะ2070年代，金三角捌是全球鸦片上界加野的所在。即马因为缅甸的内战，边仔台北这片山区，佮开始咧买卖毒品。对着遮住伫咧金三角地区，今日歹道的拉胡族少年来讲，因需要的毋但是宗教，也佮有在地团体的斗相共，嘛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嘛要投入资源，互因离开毒品的拖磨。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承认佮在调动无人机去攻击罗西亚军舰。自今年1月底以来，已经收复东南部480平方公里的领土。北韩自去年9月有发现真侪届南韩民间的无人机走入来边境。南韩总统李在明是头一届公开说明，强调讲这个无人机是部分人士挑故意要来制造紧张，绝对唔是因政府的授权。南南亚上大间的属计航空公司亚洲航空讲，因为中东战事的影响，机票上坐要起40%，大约有1成的飞行机航班已经暂时停掉。当来看咱国内这台南站门街口，这前一阵互人发现讲有一只来路不明的船啊，初开始佮怀疑是去海捞抢来。这海巡呢事后去调查讲，无想到讲，煞查到一个逃亡去到中国美18年的通缉犯，偷驶船啊转来，已经去到家人，甲人掠倒转来。台南站门溪口附近海岸顶日出现一只不明动力小艇，迄当时海巡署检判，亲像是海上漂流物。经过多日调查了后，海巡署公布原来是一名潜逃中国18年的南国通缉犯，偷渡转来台湾。在4月4日，于基隆地区查获这名非法入境的李姓犯嫌。根据调查，这名李姓嫌犯在18年前因为改造枪炮案，在通缉前搭机潜逃中国，全案在讯后已经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台南地检署。海巡署说明，南部分署3月25日到4点外，伫站门溪口西方5.8个海里侦测到一个可疑目标。半点钟了后，赶紧现场巡查，无看到任何人，但过无排除任何可能，随启动烂济部署，也通报警方展开反制扩大搜索，搁公布保全证据，小艇无以废弃物处理。其他案件细节徛伫侦查无公开，无方便对外公布。最近几年，定团中国就真数偷渡来台案件，其中以2024年中国大陆人黄勇驶快艇伫弄淡水河入境，上受到关注。想回去吗？我会回。你爱台湾吗？爱台湾。也毋过黄勇服刑期满，以上收容届满150日上限了后，因为受限两岸情势无法度顺利遣送，以收容代替出返伫台湾生活，也接受网络媒体专访讲偷渡的过程。搁较有一名为厦门收水偷渡到金门的中国姓杨梦清，伫收容代替出返期间走去环岛抛出影片，拢引起争议。依法做成收容替代处分的中国偷渡犯约10多人，移民署均持续掌握他们的在台行为。当事人如在收容替代期间违反相关规定，移民署可依法以新事由再予收容。移民署表示，目前会当伫法定授权范围内对违规的中国偷渡客实施过一摆收容。陆委会指出，后续会尽速依序修正移民法甲两岸条例，互境外人士收容法制一致，避免形成国安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中华丽水原集路的飞机幕当咧大开，有真侪游客拢专工走来翕相。不过，所有未少人会走入去边仔铁机路，影响到交通。这警方是提醒讲，这种行为已经算是违法，上当会当罚5万。列车到底要来啊！也毋过铁机路4个位拢是人，手提手机相机拍拼翕，司机员只好减速，甚至几摆拢被逼停落来。另外，民众也翕到列车慢慢挖进，也毋过铁机路边有几个地无法的游客，想要趁列车经过时翕水水的相片。虽然司机员一直是喇叭，但是毋离开，为免互人替因流清汗。中华丽水这条飞机幕步道边仔就是代替一线，一到飞机就吸引大批游客。今年回访大爆发，也毋过伫清明连假期间，人是直通通，
发生未少的乱象。这个本来就是他们铁轨火车该走的地方，不是我们人应该要下去的。你拍，你可以在这边拍就很漂亮了啊。安全为重，拍照还是要严重。对。虽然花旗木很漂亮，但是生命更重要。当地村长也表示，虽然也争取设置栏杆，不过游客也是会为偏高度的空旁能力去。边仔虽然都是派出所，不过铁路属于铁路警察管辖，警员则会当加强管督。铁路警察表示，这款的行为会当以违反铁路法来规范，可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本分局以编排勤务加强取缔违规行为。一台火车就像一台大型的连接车一样，一定有很多的死角，摄影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列车的净空，可能会被火车的这个车体去扫到，或者是有的拿自拍神器可能会被火车的这个空间去打到。铁道团体表示，列车时线死角多，加上大动也要有一定的距离甲时间，一旦发生状况，司机员是真歹应变，建议要提悬见警率，民众也要加强自律。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新疆生活节4月7日开办，邀请花舞团来表演。可能是因为落雨涂骹澹澹，所以一个表演者所无细腻处的身躯着火，加在是无上甲介严重。文化局是表示讲，会搁再检讨未来表演安全甲相关的应变措施。表演者手提火棍表演特技火演是喷甲真精彩，气氛来到上高点。过来，就有一位女表演者摕着塑胶杆伫涂骹倒一连，准备点火，营造效果。无想到讲后一秒，规人鼓起同一个时间，手头的火棍卡着一体，这位女表演者转力坐，后壁的棍熊熊着火。演员已经第一时间呢，依照我们的训练流程，就是回到了后台。然后随即进行了降温，还有后续的处置。这个事件就发生在4月7日，桃园市主办的2006年桃园信用生活节发生意外了后，女表演者连伊甲身躯的表演衫脱掉，也随送去病院。未来在各式各样的演出，我们希望主办单位都能够详加的评估演出的环境跟条件并且在现场能够有充足的这些设备跟紧急应变措施，来保障我们演出者的安全。对此，花舞团嘛发声明表示，因为落雨涂骹澹澹，才会骨倒。意外发生的时，演员嘛第一时间退去后台进行降温以及后续的处理。现在经过医生的评估，空喙处理妥当，无需要住院。常常发生意外，加上花舞表演本身就真有危险性，舞者着火这幕也互现场的观众看甲流凊汗。记者台选社桂林桃园报道。讲到诈骗的手段是800款，桃园就有一间农场强食名，讲有咧卖一种罕见的水红色的鱼仔。这业者嘛出面来强调讲，因都无咧卖这种产品，嘛千万都唔通互人骗去。但假期就要结束之前，规个火阳去农场卖体验挽蓝莓，真侪人专工来遮是要找粉红色的蓝莓，结果找无。就是社群的这篇贴文，主打有粉红蓝莓吸引民众订购，实际来到内文附的地址就在桃园市平镇的这处农场。不过业者澄清，他们没有粉红蓝莓，这是诈骗招数。我过来看看，我们想说我们有农地，我们也试来试种几颗。有人只是假造一抓，有人是真正互伊骗去，因为诈骗的图文写甲真详细，有地址、有相片，CP值真悬。而且有人回复你的信息，提供营业的时间，开放预约到场版。被冒用的业者讲，消费者被骗，因也被影响。民众会打电话来跟我们询问说，确认是不是这边有10斤200元的蓝莓，或是说最近更热门的是那个粉红蓝莓。最大影响就是我们客服就是完全占线，所以这件事情我会无法服务到我们自己预约的客人。这种诈骗有2种方式，用私信跟你联络，提供假超商领货网址，叫你订立了认证，那照去只是操作，钱汇回去就会骗去。另外一种是看准农场拢是先有约，叫你先付入园费就完成登记，钱摕到了就失踪。农产地直销，他就是要塑造说，我有这个农场存在，让这个民众还愿意去点这个诈骗贴文。官方统计3个网络购物诈骗，集中在 Facebook 加 Thread， 总共有4490件，比例上最就是农产品诈欺、蓝莓、토마토加蒜头拢有。第二最是假借着要送你柑仔做结缘的商品，讲免费送你，不过叫你爱家己负担运费。第三是讲要转让全新的带动电锅诈骗。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屏东东港咧掠蚵仔床，每一年拢咧等头一尾，不过今年头一尾认定，这条件是有变更较严格。那重量有限制，佮爱自头到尾全部录影，就车1到2只船讲掠到，结果拢无合规定。昨搁一只总算是通过，明仔早起8点就要拍卖。屏东东港渔会总干事豆豆掀开乌布，甲头两日去看蚌仔，确认这尾蚵仔床是毋是符合今年175公斤重的新规定。一确定重量无问题，众人随大声恭喜船长。渔会表示，今年规定变严格，渔民除了爱对初一起掠到蚵仔床才有准算，鱼翅北来提钓了后爱有175公斤重。对活鱼起高球来到船顶嘛爱专程录影。进前初1到2只船因为无录影，不伫时间内防破设计。初5渔业电台接到这只琉球级渔船通报掠到蚵仔床。初6下晡经过渔会鉴定合格，是今年的东港第一尾蚵仔床。这个录影也确实是活鱼起钩。那另外就是船长也有符合去鳃、去内脏。那经由刚刚渔会这边鉴定，它的重量是达175公斤以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正式宣布，傅余庆2号洪福嘉船长，他是搏到第1尾的资格。不要乱信息啦，头一尾，希望看点诶。因为规定改变，佮变严格，就发现到的鱼是蚵仔床，船长赶紧爱人录影。今年67岁，土海53担，船长洪福嘉头一摆摕到东港第一尾蚵仔床的公营。洪福嘉讲，伊是5工前出海，这回会掠到蚵仔床，真正是无意中撞到的。有半点钟啦，有啦。你敢有想讲你搭第2尾第1尾？无咧想啦。只掠鱼啊，你来啦，晓啦！我想要掠鱼啊，加嘛掠啦，结果这边来吃啦。东港渔会表示，这是历届掠到第一尾蚵仔床上资深的船长，而且这回伫咧西南海域掠到鱼嘛较少块，是26年来第5届。因安算初8早起要公开拍卖，相信到时会当为东港的蚵仔床佮创造一波热潮。记者郭明哲、柯家族、邱朝阳、屏东场报道。屏东恒春出名的红茶溪渔港，拜讲有一家伙仔伫咧岸边看海龟，结果这红仔某2人却小连续出岛，差一点就落去海底。加在只是靠去抓钓，送伊了无大解。画面中的查甫人骨倒，边仔2个人要过去关心，结果穿咖啡色衫的负责人嘛无说伊去出岛，家属赶紧发其他厝内的人过来斗相共，过落去就是海水，大家赶紧甲负责人刷卡起来。因为负责人无法度家己徛，嘛爬袂起来，家属就敲电话通报消防协助。我想去看海，看到底港。没有要看海龟啊，说是有海龟啊。后来看到海龟了？没有啊，没看到。这边有海龟哦。有啊，我今天就是有来看过啊。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足细伊甲受伤的负责人扛起冷叫，虽然无生命危险，不过会当看到负责人的脚歪歪，送病院检查倒脚肉骨折。代志发生伫初5下晡2点外，一家伙仔到恒春红茶溪渔港佚佗，因为渔港内底定定会当看到海龟咧游，为着挖金观赏，67岁的负责人和因翁行伫渔船上花的厝家，踏着青池，2人前后出岛。有的来看要看海龟，最近这边很多海龟，这个红柴跟渔港这边，因为它这边有出坪嘛。就一个斜坡，然后那个靠近水河旁边那个有一点潮间带那个海水会滑，那个板子会滑，所以就滑倒了。附近居民讲，这笪厝家因为会浸着海水，交接的所在拢会生青池，有的民众若无注意，就会去骨倒。2019年就捌有箱仔车停无好势，规台车9个人出去海里的情形。相关单位提醒，渔港厝家所在较危险，民众唔通进入，避免发生跋倒，甚至落海意外。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再来看台南的一栋透天厝，去人发现讲外壁的对1楼到4楼拢吊规排反射镜，看到真奇怪。有人就讲可能是为着要化解洪水。有人讲到洪水有社区是伫咧巷仔口采反射镜，讲惊会去影响到，怎设计做日头火造型，有影嘛趣味。伫路口行入巷仔内，远远地当看到规排的反射镜，行到近的详细看，这是一栋透天厝的建筑物外面，对下面算起来，拢总有10个大型的反射镜。那在地里长讲，这应该打设无偌久，也无接到居民的反应。规个台湾省我头这嘛算头一个这个装置啦，设计啦吼。但是我咧想应该是原则上也是因为对方的壁刀如果
这个部分如果这厝这项的厝起起了，应该这个问题应该改善。实际教场门附近住户认为反射镜设伫私人地是个人的自由，不过大家嘛加减烦恼，那到时阵日头伤过光，惊反射光会倒插北，影响到行车安全。针对这款反射镜装伫徛喺外边的景象，监务局判定是私人的建物，目前无违反相关法规。对不那栋一定会很恨他。那你们看着觉得怎么样？有一点怪而已。怎么怪？就它如果太阳光照起来会很刺。建筑物外墙设置反光镜，只要不突出于道路边界线及所谓建筑线，并无违反建筑法规定。另外嘛，引起讨论的反射镜是伫南区中华南路一段77巷口，遮因过定发生车祸，本着要设反射镜，在地住户对风水真敏感，无愿意讲找你去厝内，因为居民的反对，和原本要改善交通安全的计划，伫迄阵嘛碰到真大的阻碍。住户是觉得说，因为反光镜照射到他的住家，他心里会不舒服。交通局没有办法来装设，那后续里长我们自己去做了这个小型的，然后跟住户去做沟通，所以他们看了之后可以去接受。后来在地力量变巧，甲反射镜设计成日头火样式，佮加装发光的灯条，打造的刷叮当的小型反射镜。这款结合创意甲装饰的做法，不要互居民添头同意。里长嘛讲，这款设计确实有效，降低车祸的发生，成功化解风水甲安全之间的冲突。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咧宜兰头城的大溪川有7公里长90几种的物种，生态是真丰富。这个月底，这风溪保护就要解禁嘛。不过有民众是惊讲，一个解禁，就有人会走来掠鱼，破坏生态。政府有个讲，未来这大溪川会永远禁止掠鱼。来到宜兰头城的大溪川，会当看到四界拢有挂风溪护鱼的广告，希望民众唔通伫溪水钓鱼，也是电鱼啊，违者依法来开发。唔敢爱维护溪流，也是需要当地社区斗阵来巡护，因为袂少钓客甘愿冒险嘛要偷钓。不止过这个月大溪川风溪护鱼期就要打，当地社区希望争取大溪川永远来风溪。那时候就没办法再继续风溪的时候，不到1个月，整个生态都几乎就跟以前一样，不见了。蛮快的啦，不到3天1个礼拜就全部被抓光了。是有研拟是不是把它变成永久性，就这次变成永久性的风溪护鱼，就跟新城那边一样。社区过去捌风气风溪大溪川的物种，就来大量减少，亲像毛蟹嘛一度消失。社区向县政府争取会用公告永久来风溪，县政府近期已经预告收集各界意见了后，就会正式公告，希望会当维护当地的生态。鱼仔伫深水区收过来、收过去，这几年风溪护鱼大溪川的生态已经豆豆恢复。这条长7公里的独立溪流，调查到的水中生物有90几种，会用甲专门溪相比拼，不过威胁唔但钓客，阁有游客。你啊，这口沟通一项吧，都无所谓，就是要走就走。赶不走到到。那对于我们长期有劳心劳力在做于护溪保护生态的这群朋友、志工朋友们，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我们一起来协助他们，避免有这个自筹款的部分。游客早来本社伫大溪川四界时，社区呼吁民众较好心咧。另外，受灾破坏的影响，社区风溪护鱼的补助会为县政府支出。不过，社区需要无配合款，因为巡护溪流的工课无简单，并待争取免除配合款。县政府表示，已经向免除配合款的方向签办补助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公告，所谓教学指引3.0建议13岁以下唔通使用开放式 AI。13岁至18岁要有老师甲家长来监督，避免学到无适当的内容。甲问题提去问 AI， 就当得到答案，对也是唔对。有当时连大人拢真歹判断，囡仔敢有法度。教育部有针对人工智慧推出中小学所谓教学指引3.0，国教院指出 AI 会当伫学习过程扮演重要的角色，唔过爱避免学习挂包的问题。建议13岁以下的囡仔爱避免直接使用开放式的 AI 工具，若13岁至18岁需要有老师、家长监督使用。我们在课堂上指派作业的时候，会希望就是
就是小组之内，有的人可能是在用 AI 的部分，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用搜寻引擎广搜其他不同的资讯，这样才不会没有让学生训练到组织这些资讯的一个逻辑的能力。什么是学习外包？国教院指出，就是咧讲是管教思考的过程，拢交予 AI 进行，尤其是伫咧国小阶段的细汉囡仔，有丰富的想象力。若是完全拢交予 AI 去思考，安尼对大脑的发育颠倒较无好。你这边讲，你头讲这个数学是安怎写，你直接互我答案，结果伊互你答案，按讲你拢唔知为什么是安尼，但这工课包互伊，家己无学习，就危险的代志。国教院表示，若是13岁以下的囡仔要用 AI 来学习，建议用教育部专工替囡仔设计 AI 平台，亲像是英才网或者是 Google English， 这两个平台拢会当透过引导的方式，互囡仔思考，袂直接提供答案，互学习的效果更较加倍。记者台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台湾的人口老化，食老家己大人嘛愈来愈多。去年统计，全国都超过90万户。这其中60岁以上的要买出贷款的是超过25万人。那算起来，这全国平均每8人都有一个超过60岁要买出贷款。倒伫电动按摩椅，哪掠铃，哪看手机啊，享受退休的生活。那无聊就整理厝内，虽然厝内抑个是随大社会，不过因为生活作息时间拢无同，60过岁李大姐生活看起来嘛，袂输敢若是孤单老人。现在的生活几乎也是好像一个人的生活这样子。平常我们里办有活动的话，只要需要，我一定会去支援里长那边办活动。一定要出来到交种好朋友聊一聊吼，比较不会无聊。内政部统计，2024年第4季，全国只敢若是大人大的自提数80.37万件，去年同期是增加到90.44万件。顶有一年增加超过10万件，年增加率12.53%。有里长讲，孤单老人愈来愈多，那就要注意是大人伫咧厝内安全，也鼓励因加出门参加社区活动。孤独的长辈，我们通常第一个会想到说，他可能是健康照顾的问题，一整天下来，可能除了到社区里面来活动之外，他找不到可以讲话的对象。廉政中心统计，2016年12月，超过60岁厝抑有贷款的。迄人阵是20.04万人，去年同期已经增加到25.23万人，授信金额自0.63兆，已经超过1.03兆，平均利率是自2.01%增加到2.43%。现在整体的房价水位已经算是一个蛮高的一个状况了，所以有一些这个民众他在购物的年龄就会不断的往后延哦，他必须要累积到一定的财富，才有这个能力来做买房。专家讲，时代若是做事困难，一连买厝买贷款，也会拄到贷款利率甲贷款年期无理想的情形。所以时代若要贷款，就要传完整的资产证明，抑个金融来源，或者是提供担保品，安尼是银行才会愿意贷款予你。记者综合报道。那是这老人愈来愈多，囝也愈生愈少。台湾去年的总生囝率是无到0.7，已经是全世界上低。有到2065年，这台湾人的人口恐惊敢若剩一半，无到1200万人。婚育国安危机真严重，根据内政部上线数据，台湾去年总生育率干达剩0.695人，对比前年的0.885人，是有统计以来榜上最一档。另外，代表新生儿领先指标的结婚对数干达10万通啊，嘛创下新高。可能会就是因为金钱问题就不想要生小孩，结婚的话，他们可能会有可能啦，应该会等自己一切稳定之后才要规划这些东西。像我们家，我们就没有打算要买房子，我们现在就是租房。如果要买房的话，经济负担就相对的更重，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让小朋友有比较好的一些教育或生活。台湾总生育率榜减超过预期，国发会预计8月发布上新人口推估，按采用超低生育率模型，那用去年总生育率0.695人推算，前一届推估2070年台湾的人口会剩一半，不过上新的推估数据会提早5档，也就是2065年就来到1200万人的关口。民团建议应该拟定短期甲长期的计划来运用。短期来讲的话，我们团体最建议的方法是推动友善职场，
包括现在劳动部今年推出的育婴假以日为单位就可以申请，还有台北市蒋万安市长推出的减少1小时工时有薪资补贴，友善职场对于已经生育的家庭多生一胎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王兆庆嘛激励长期政策部分未来修法，谈参考西欧国家的经验，修法建立长期判理制度，法律保障判理权利，不过无建立姻亲关系。因想要生囝，不过无想要进入传统家庭结构的族群。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樱花大开，不过今年受到中东的战事甲通货膨胀影响，看樱花人甲去年比起来已经减真侪啊。颠倒是有愈来愈侪人唔爱去出名的风景区看樱花，甘愿是就近伫咧家己在社区附近的公园来看。日本东京行到2大赏樱花的观光景点，3月底就要进入樱花大开的季节，时间比去年早2天，甲永年的平均值相比是提早3天。不过这阵煞直直落雨，恐惊甲当日开的花蕊扫落地，民众赶紧把握机会，趁好天的时出门赏樱花。种子头、温树公园、上野动物园等等赏樱花的好地点，拢是定定，人来来去去。頑張る季節来たなっていう感じもしてて、桜見て頑張ろうっていつも思ってます。很兴奋，然后想说哇，终于到了一个世界有名朝圣的地方，觉得很开心。对，日本上大的市场调查公司英德迪针对2500位受访者所做的赏樱花趋势研究报告指出，伫一直发生通货膨胀、中东战争，又有气候的因素的干扰之下，日本人赏樱花的开销甲规模，拢比去年更加减。敢若38%的民众甲亲戚朋友同时规划赏樱花活动，比去年减少2.1%。出外平均的开销也对去年的春天7407日票降做是6383日票。按算今年全国赏樱花的消费总额是2341億的日票，是去年总額的81.5%。やっぱり日本ってこういう座って花を見ながらお酒が飲めるとかそういう楽しさがやっぱり外国とは違うのかなってすごく思います。有一个人规气都唔去出名的景点，甲交通钱省起来，伫徛街附近的樱花树骹做伙食饭。有人选择家己一个人，点点伫街路路欣赏美丽的樱花。用到的统计显示，有12%的受访者较介意家己赏樱花，人数是比去年加1.3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下晡报天气车看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1度至25度，中部地区21度至29度，南部地区22度至31度。东部地区22度至29度，外岛地区17度至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